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直播是来记到跑高声，直播开始带来一首《净土豆》。无情火车就要开，听山一对好鸳鸯，看伊在喊，阮也强要哭，双人目屎手加水流。你着乖乖，暂时转去恁家，帮忙你的老爸种土豆，唔通乱走，唔通四下走。唔通去对别人走，在雨夜里飘落下。黄的花，白的花，带雨的花，使我想起了他，就像含泪的他，为了什么？手把头垂下，默默地不说一句话，见他泪下，见他不说话，真叫我放不下。在黑夜里，天空中有几颗闪亮的星，闪亮的星使我想起了他。只要他的心也有我的人意，默默地深情藏在心。任黑夜长，任寒风急，我也感觉温馨。谢谢大家。泪的小花，这是今仔唱两首呢。是啊，系啊，唱台语的。系。台语的时阵，伊即个马路是袂歹。哦。当伫咧流行的时阵，对无？一个天才的。嘿。咱个台湾人。嘿。广告发明有做种土豆。种土豆。种土豆甲泪的小花。哦。迄是天差甲地的。哦，
会当安尼改写这个词。我感觉安尼处理这个吼处理啊，这个台湾人可能都住伫迄个婚林啦。啊，婚姻，嘿啊，婚海口所是在，迄个大城、土豆，宏苑啦，嘿，嘿哦红林锦、对，番薯、芦笋，拢总伫遐，熟悉的啊。恁迄种讲会出来啊，这搞对。我中部人，啊，我这彰化人，是哦，彰化的南边，哎，就是婚姻关啊，是的，对吧？讲起来，大家拢足亲的啦。对啊，对啊，莫讲是啥物婚姻关、彰化关啦，讲伫台湾，天看的，对。拢总是共厝内面啦。对，迄有当时啊吼，你若出外去的时阵吼，莫讲或者出国啦，吼，出国会佫较哇，你台湾来的吼，还是讲有当时啊，你去北部，吼啊，伫咧佚佗也好，还是讲去拄着人哦，啊，你住倒位啊？哦，你住中部，哎哟，我嘛住中部呢，就足亲的啊。彰化啊，彰化拄啊，佫较亲，佫住伫倒位？啊，万宁市啦，亲像家亲，是，展开双手，哎呦，摸我去啊！对，哥你好，小弟来到遮的时阵吼，地头指数，请你多多指教，你的指教是我的难得。哦，对啦，你想啊啦？无，我无想。你对我的指教是我很难得，很难得哦。我这心中是的。所以讲你的指教先是我的难得。后来谢谢大家。老师唔知咧讲啥物，迄个早带过去就好啊，听有先听有啦。来，今晚要感谢的就是讲吼，咱拄则这部节开始的时阵，放你唱这首歌，甲咱做互动，正途，甲咱拍谱啊啦吼。来，谢谢阮的剑山大哥、神子哥哥、秀兰姐、秀莹姐姐、文东哥哥、秀峰好，坤清哥哥、富祥大哥，来党的你好，文良大哥哈，来强玉大哥好哦，有看到顺天哥哥哈，来秀莲姐啊，天赏啊姐哈，天赏大哥吧哈，来顺哦，还有咱这个吴明忠哥哥。吴明忠哥哥，我拄则有闹开的，你去甲我拍谱，我就歹势啦。因为足认真甲我听的吼。后来谢谢，感谢尤大哥、尤大嫂哦。尤大嫂今日有闲啊吼。后来谢谢咱的仁富大哥、徐爸爸、徐妈妈。是啊。阿爸甲阿母啊。我昨敢若无看到吼。来秀安尼红珠姐啊，对，红珠姐啊吼。互相甲关心者。对啊。其实吼，我咧报这的时阵嘛是对你种关心，讲哎哟，今仔你是毋是有闲啊？哎哟，你今仔是毋是有出外去？还是今仔拄较无方便，甲我拍谱啊吼！来爱主这个信天大哥、神主哥哥、红磡大哥、大姐哈！谢谢青花姐，感谢方正大哥哈！来谢谢恁满满的谱啊声，方林拢总有收到啊哈！来古大姐啊姐，谢谢您！来，即马呢要来进行到咱这个头一阶段，吼，互咱观众朋友来点歌。今仔呢安排这个6首的歌曲。6首的歌曲哈，来头一首是咱这个《流浪到台北》。出外来流浪到台北，已经过7年。想起当时甲伊来分离，第2首《妈妈歌车》。人若问你甲我两人到底啥关系？介绍你是我小妹，不敢讲坦白。第3首《妈妈歌车》有口牌对无吼？来，今仔日玉兰花内底嘛有口牌。玉兰花，有人要买玉兰花无？玉兰花，有人要买玉兰花无？玉兰花，玉兰花，迎着春风开。
来第，即个来个第四首啦，嘿，来个第四首哦，梦痴啊。头中昼日头车影也无穿的搭伫店仔甲规身躯衫，哦，妈妈毋捌我，也跋伊讲来呀，伊点点规暝困伫遐，迄是啥人梦见起的妈妈？来哦，继续安排这首是咱这个杜马调。我是五少以上的查某囝，看着小姐来心惊惊咧，但是我无某，想着的心痛疼，何时何日我才会生囝？今仔日上尾啊，这首第6首哦。意难忘。蓝色的街灯，明灭在街头，独自对船凝望夜深，我心已破碎。来，以上6首歌曲，跟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哦。卡咱头前的专线电话哈，来83263173。83263173。中华关区的话，无关区加一个控诉就可以啊，谢谢大家。来，头一首是流浪到台北，第2首妈妈歌车，第3首玉兰花，第4首梦痴啊，第5首杜马调，上尾这首啊，意难忘来哦，大家拢总上线喽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。哎，你好，喂，你好，文玲大哥，喂，哪一位？来，这是文玲啊，喂，你好，哎，喂，电话卡卡的。走去倒位去啊？是啊。哎，文玲姐啊，下一位来，你等我一下吼，来，好，来，你等一下吼，来，线卡甲接落去啊吼，来，这是第5线接者哈，小姐，开机特别加油。喂，你好，外行的。喂嗨，你。好，青花姐，气质美女，帅哥老师，阿姐啊，你好。我要那个2跟4。2跟4哦，跟四。嘿，好的对，没问妈妈题，是歌谢谢你，拜谢拜。谢平爸爸安伫咧卖鱿鱼羹。来，喂，你好，阮我姐。好，你好。啊，来，非常好。钟大姐。常年好。是啊，啊你阿姐要听倒一首？我3跟6。 3跟6，哦玉兰花。好，我下开哦，嘿，意难忘好，谢谢平安哦，哈，好的。啊，你好，文东哥。喂，王林，嘿，你好，好，你好，江林老师你好，我伫遮我点第1个第2，第1甲第哦，谢谢2。谢谢各位，哦，谢谢。对对妈妈歌星啦是，来，昆声哥哥，啊，较大声嘞哦，哦，刘大哥，来，传起来开咧，倒一首，哪一首？第3，首。玉兰花。第1，哦，第3甲第2。好，谢谢，安尼即正常啊哈。嘿哦，好，来哦，阿妹姐，喂，阿妹姐啊，你好。你好，我要点歌。好来，好来。 4号甲5号。第2甲第5，哦好，哎好4号甲5号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
好，感谢吼。妈妈是歌星来你好，移民哥哥。还有欢迎小听听哦。好我，要点第二首的妈妈歌星，妈妈歌星啊，，个第六首的依然晚。好，没问题，谢谢你，谢谢咱的移民哥哥哈。来你好，顺天哥哥。两位主持人下午好，我要听第一首跟第二首，谢谢。哦，我下开哈。好，谢谢咱的顺天哥哥。啊，你好，新朋友你好。哇，落线搁卡一摆，来宾给大哥。嘿，啊，大哥你好哈。我点第二个第六。安尼哦。哦，我下开啊。妈妈好歌星，谢谢宾给哥哥哈。啊，你好，张小姐你好。你好，我这5号跟6号。 5、6哦，好，我下开好哈。跟跟6号，好，没问题，来谢谢。平安哎，你好，叶娇姐哦。吉祥，叶娇姐，娇姐啊，阿娇姐哦。阿娇姐哦，啊那透明珠好啊，其实烂去啊啦。喂，阿娇姐，你娇姐啊，要听倒一首？你要听到阿娇姐听电话当互你的声透明的呢。是要来配套来哦咯，，倒一首？第一首，第一首哦，哦，我下流浪到开啊台北。好，谢谢叶娇姐哦吼，好平安。哎，你接电话紧紧啊，你莫走伤远哈。来，美小姐你好。芳玲、江您好。嗨好我点第一首跟第二首，哦谢谢。好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谢谢。来，陈妈妈，喂，芳玲、嗨，江宁，好，你怎么表多妈掉？豆妈条，搞掂啦，真正讲的，这内行的这，哎呀，来，咱今日吼，咱唔免搁点啊，就是迄个妈妈是歌星上妈节啦。妈是歌星，哎呀，来来唱者妈妈是歌星者吼，后来哦，这首歌曲当然它有口白啦吼，它有口白吼，啊，这嘛是咱这部较特殊的所在，因为咱观众朋友、老朋友都知道讲，咱这是现场吉他主弹主唱的吼，有一些口白，有当时我录歌较慢也好啦，口白豆豆讲聊聊讲，哎呀，阮这吉他师真正有够看要高的，偌长就会等偌长，外底就外底吼会。当啊，站伊个会使讲甲我讲，嗨坐了，我个会晓人，啊，较紧就准备爱落歌，落未落的，落袂落的时阵啊，我讲落未落嗨的，坐。啊，这块就只有咧做主播，你是安尼啊？无你要甲我洗头路吗我毋是？讲你啦，你即摆我咧讲歌星啦，吼，安尼啊，我就是你准备要甲我洗头路吗？我说讲，我妈咧洗头路就好啊。我来准备这首啊，吼，妈妈歌星。来，这首歌曲是咱青花姐、文东哥哥、坤星大哥、阿美姐、宜明哥哥、顺天哥哥、宜宾嘅大哥、明霞姐所点的，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哦。人啊问，你甲我两人到底啥关系？介绍你是我小妹，不甲讲坦白。虽然是伊伫暗藏，心内感觉真难过。因为我踮在我单，最需要是歌迷。人若出我努力，回头又真多强行。秋天的落花，名声飘飘对落地。丽兰，妈妈对人讲，你是我的小妹，你已经感觉真奇怪吼。事实讲，像妈妈这款软弱女性。一世人间会当倚靠着唱歌的女人，除非这以外还阁有啥物头路通好做呢？你也所知影，妈妈只爱恁爸爸一个人。既然无恁爸爸的歌，只好靠着自己唱歌。唱歌总是爱靠歌迷，为着无爱互歌迷来失望。丽兰，妈妈
妈安尼满片人，你想对唔对？对唔对咧？小妹啊喂，一切是环境来造成无聊的命运。外面的胭脂水粉打扮更青春，上舞台表演歌唱，仍然袂分吹文文。因为我踮在歌坛，靠艺术赚饲阮。物件来相依为命，落苦无议论，若着怨叹无情的郎君，每日心肝乱纷纷。你咱用粉用胭脂，暗藏着面上的撩痕，打扮着妖娇的模样。不管别人安怎想，妈妈只希望你相信我，了解我，你是妈妈的生命。你敢知影？妈妈每暗拢伫咧眠梦，伫梦中你是一个真水真水的新娘，你的身躯边也有一个真漂泊的新郎。唔知何时，这款的日子哪会当来到？唔是一定会到，若到，妈妈唔知要我欢喜咧。兴趣着唱歌来一唱人早我等，亲像来请用女儿。不愿靠别人，无情郎离开了后，将着爱情拢全放。因为我踮在歌坛，有能力在活动，期待着美丽坚定。相信有好梦，用心栽培，女人花情芳，是我一生的愿望。好的，是歌星，妈妈是歌星。这首歌曲吼，自我做节目到即马，都是这段时间，逐礼拜拢有人来点啊。我爸爸妈妈很喜欢听这一首歌曲。都一人一款命。是啊。有的人是水人无水命。吼，细汉的时阵吼，安尼，那会遮敖啦，这囡仔的时阵吼，这个查某囡仔生足水、足高水的，对，较早出道。毋知影讲就这社会黑暗。系啊，到14、15岁的时阵，就去互转食掉伊。吼，土的讲足处理掉的。是。安尼啊，即摆很主时呢，佫一个无责任的话，吼，都放无放囝。即会变成妈妈歌星啊。系啊，因爸爸毋知有伫咧卖鱿鱼羹嘛毋知。我才甲赖者，看嘛有无，甲问者吼。好，谢谢我的尤大哥、尤大嫂、雪毛大哥，来碧云姐你好，文东哥哥、美兰姐，好，感谢红珠姐啊，你的捧我声，谢谢我们的顺天哥哥哦，吼，大家拢准时收看哈，谢谢，感谢。民家大哥，咱的天赏吼，天赏大哥啦吼，好比巴嫂头家娘苏金姐，咱先叔哥哥、昌雄大哥、文东哥、美珠姐、剑山哥哥，感谢林贤大哥、吴明忠大哥、秀琴姐啊哈，还有咱张明正大哥哈，谢谢
恁的谱声啊，收到哦，欢迎谢谢。啊，咱即摆速速要来进行来到第二阶段，哦，咱第二阶段就是跟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哦，吼，互你来听歌，听好歌，叫歌名。好，你要来送我哩。对啊，送这好嘞吼，送到你心肝底吼是啊，送啥？送石墨烯的内裤啦。哦，那今天来看吼，真正是大家学了甲会答字的吼，讲好放恁啦。那我顶年啊抽奖的时阵摇着，一个足好穿的呢，好穿的时阵吼，一届来买一单。无好穿买送。当然咯，嘿咱会加送。好穿佫共享。我咧讲，歹穿佫送恁，啊，都咧当阮家己的 logo，对对无吼？迄啊物件送甲喏，互你笑脸讲，哎哟，我放恁即是好咧，送甲心肝即领来看吼，若无我甲摕倒来吼，穿看觅，哎哟，一个穿着了讲，哦，有影，查某双边加压，提臀，透气性佫好，佫有安怎抗菌除臭。哦，咱若安尼讲。有当时啊吼，出去外口也好，毋是伫厝内底就方便啊。伫外口的时阵放尿、闪尿尾，迄明明吼，明明都安怎？杀菌足好。明明都安尼都放完啊，佫滴着。迄讲一位朋友，哦，这我爱讲者你听者，阮的朋友啊，真正的哦，伊啊查甫人，啊即摆吼放煞对无，拉链扭开了后，嗨啊，佫滴两滴，滴甲吼，滴两滴我介大滴，伊讲。水甲扣骹落去啊！你感觉？水甲扣。迄毋是滴的，我你讲，是用钻的。伊叫水啦，水了啦，是漏尿啦。足巧的呢，阮这朋友吼，莫怪互人讲啊，读到发珠的。伊讲哦，当海啊，出去伫外口，啊，等下一个裤底，尤其是穿迄米色的裤，啊，即摆澹起的时阵是一撮安怎啊，有甲裤骹落去对无吼？伊吼。转去的水龙头，遐是毋是洗手？风吹放伤远。无啦，紧叫我咧讲去洗手啦，这爱讲啦，吼，洗手的洗时阵吼，洗刷安怎好咧，好，佮将啊水佮好，规身我来规领裤衲拢澹糊糊个无啊，都七的啦，了后安全安尼倒过，了后我咧讲吼，来摕咱即领一届甲我摕12领转去，吼，伊讲。有够好用的啦，吼！好啦，讲到这哈，即马准备哦，两首歌曲，头一首4个字，第二个嘛是4个字啊，准备。情话甘地流浪放袂，温酒香味袂分所伫境甲心不死，春风微微吹入窗暝，茫茫在心。醉死梦死。青春枉然为离去。梦沙甲顶风动成是你来牺牲，霜风寒冷颜色无眠，破坏我坚定。心要万回万求断情，去写来开情。浪子苦情，到底啥人的？这首歌曲叫做啥物名？我来听完这个红一通神仙。
诠释的这个歌有4字，所以去要来甲诠释的是咱吴振怀先生，嘛是咱这个叶俊麟老师啊，非常经典的一个歌曲。来，我这边主持来个诠释哈，来个诠释。来。无论你怎样窈窕美丽，我已经不再为你痴迷。你的窈窕，你的一切，总是引起我心内的怨嗟。不管春风怎样吹，也是吹袂死我梦的轮回，今夜又是。淡的月，情意对待，我已经看破了你心内。你的虚情，你的假爱，总是枉费我纯情的目屎。安排已经满，袂消。我秘密的悲哀，今夜又是千载苦恼的海。怎样吹，也是吹袂死我梦的轮回，今夜又是。淡的月，是唱较艰苦一个歌，这个歌号做什么名？来，咱观众朋友来甲又看卖啊咧！哦，你若知影讲什么歌名？赶紧利用着节目的专线电话，04832317，甲拍入来甲挂号，来甲报名，稍等下先参加抽奖，好礼要送互你。我这边就依照这个惯例，要来甲走一底热门音乐了后，要来甲公布答案。
非常感谢这这热情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无啥忌嫌嘛。来参加咱一个听副歌，有歌名。来今摆来做一个杂技。公布答案哈，重点哈。你来公布答案，OK。公布答案。黄昏人到愈想愈恼，心情乱草草。路边的草也袂办好，春天落水沟。这首歌叫做《放浪的人生》。放浪的人生。放浪人生。好。管春风怎样吹，也是吹袂是我无别的氛围，除了暗淡的话。这首歌叫做《暗淡的月》。暗淡的月，暗淡的月。迄观众朋友，迄个啊，听讲摇着纪律吼，即今仔真两。那个碗哦，应该是那个暗暝的暗在顶。哦，我懂，咱黑暗的暗啦。嘿啊，咱的迄落较少年。系啊，哦，这即摆这要叫国语换台语。大波即摆唔准时哦，拢足少年。都很年轻啊。OK， 好来。讲到这吼，以上吼，老师来准备下一首歌曲。好来。好，来了。好来，我听你一下哈。下一首歌曲吼，老师伫咧准备的时阵，吼，咱讲即个热天就好啊。是。吼，这有当时啊暗时啊嘛足热的呢。啊有的时代讲吼，我咧头毛来洗的时阵吼，若暗时啊嘛呢，迄有的人观众朋友啊，冷气唔甘吹伤冷，唔甘吹冷，啊有的人是无吹冷气的，无吹冷气的时阵吼，电风咧吹啥，卖流汗。卖够干，尤其是头壳的所在啊。哦，你若讲安尼吼，高落去了后，啊，就安那。有的吼，2、3工才洗一摆，3、4工啊，后甲内底啦，头毛光孔拢啊垃圾，嘿，啊，搁啥有气味、歹味、油垢。我来讲，若咧洗的时阵，就爱注意啊，吼。咱即摆有一种吼，伊是会当讲啊，毋是敢若洗尔哦，伊是会当互你啊啦养发。养头皮，互你的头壳皮健康。你敢知影头壳皮若健康的时阵，对着啥物？对着你面吼，包括你整个脸的气色拢总有甲有关联伫咧。咱若头壳皮卖老化，互你安怎增加你的头皮的营养的时阵，伊就会强化头皮，伊啊头毛扭会掉无打紧，较袂落头毛。搁煞落，你进食了后。咱有诶吼，面上的裂痕，包括抬头纹就好啊，是因为你头皮啊啦，头皮老化冷气啊，啊冷气了后咧，就安怎会落落来，所以讲你的抬头纹啊，就是安怎直增加，有诶人都60岁，看起来像65岁，看起来70岁，吼。头壳皮若健康，头壳皮若健康的时阵，安怎？伊就是安怎？即个头壳伊就会紧致。扭会调，你讲啊，有的人头壳皮头壳吼，即个额头所在，都安那惊调咧，吼。抬头纹。是啊，抬头纹都无啊哈。所以讲，有的观众朋友吼，即摆今仔要互恁一个观念，就讲啊，你伫咧做头皮理疗好，伫咧洗头毛的时阵，就每一届你毋免去外口烘洗，踮厝内底就家己会当处理啊。每一届若伫咧洗你的头鬃的时阵，你就是咧做你的头皮理疗，咧强化你的发根。哦，就是讲咱即个头壳哦，啊，即个所在哦，人讲啊，毛头啊，拢伫咧强化你的毛头。毛头若强化了后呢，就较无咱啊落头毛的问题，落头毛的问题，而且呢，佫甲你洗甲互你安尼。清气淡淡，有的人吼透早洗，暗都油垢就够啊！我咧讲，你的头壳皮绝对是无健康的啦。健康的头壳皮，我咧讲，一般是拢安那今仔洗，明仔休困，后日洗，会当人工洗，唔免逐工洗。你着洗有清气，甲洗无清气。对。是洗表面，还是讲真深层的？哦，这个就是技术。是啊。对。而且亮瓷。
注入，就叫红外线的些能量，这个创新的星球，这个新科技的这个导入啊，嘿，这会使讲是真好物件。好来，即摆讲到这，老师你准备好啊未啦？好啊，好，准备好啊！来，我进一段广告了后，再来听老师唱歌。到台北来。咱今仔甲咱讲即个吼，我讲洗发精哦，其实伊袂使讲洗发精啦。咱的洗发精会使讲是叫做吼叫头皮理疗护养发，就是讲伊会当甲你洗头毛，但是伊会当甲你做甲头皮理疗，甲你调理甲讲做你是油性发质的啦，甚至就是有当不定安尼头皮屑规身规安尼蓬蓬硬的啦，甚至会安怎起一粒一粒。迄有的时阵讲，叫做风吹啊啦。迄头壳皮吼，拢安尼起一粒一粒，哎呦，啊，人不等拢安尼，袂好啦，甚至油通通真诶足困扰呢。你若是咧透早洗头，逐工洗哦，到下晡吼，超3、4点的时阵，都油通通啊。赤液。油通通的时阵，互人感觉讲安怎？这个人咧袂清气秀，大家嘛希望像放年来头毛咧碰碰对无吼？我咧讲吼。你讲这碰碰，但我拢隔天洗啦，我无逐工洗。咱讲正经，我是今仔洗，明仔载休困，后日洗头毛。我这个已经是第2天了，第2天嘛是这样碰。但是呢，我是用咱这款，咱这款叫做量子远红外线能量洗发精。你若是讲这个吼，有当时啊，你看呢，有的人讲头毛咧发着足慢的，对无？我咧讲，你用这洗。你用这洗，你会发觉着讲头毛咧长来才紧着。迄有的观众朋友讲做，紧搁水，紧搁水，好，搁密。我咧讲吼，你会发觉着，是安怎会捌？因为你落发，较无落发。你若咧洗咱即罐洗发精吼，观众朋友即摆拢知影迄。讲方玲啊，我本地来咧洗头毛的时阵吼，迄落花的所在，洗一摆头毛就去塌掉的啊，对无？头毛破病。生病，对，不健康，塌掉咧，是要塌掉的，生病了嘛，但是你咧洗咱即罐量子生态洗发精的时阵，你会发觉着讲，我迄个落水花的所在，会较无遐严重啊。迄有当时安尼，愈来愈少。摕开时阵是安怎？规个规暝呢，安尼会惊，足惊啦。甚至暗时困开时阵迄枕头迄个所在啊，落甲规撮的啊，我咧讲。你若是即种的人，你要离人咧秃头啦，甚至头毛long无偌久啊但是你发觉着讲洗即罐了后，豆将你的头皮来做理疗。所以讲观众朋友，我即罐不叫洗发精，伊叫做头皮理疗养护专用的伊等于讲每一届咧洗头毛的时阵，毋是咧洗清气，毋是咧甲你洗头毛洗清气尔。伊每一届咧洗头毛的时阵，拢咧甲你做头皮理疗。头皮理疗一届是爱偌济？我有甲恁讲过嘛？迄一届拢爱1800块，上上嘛爱1000块对无？那我即罐会当一届安那洗过几摆，上无啦。短头毛洗咧超25届无问题啦。那长头毛无嘛洗咧超15届。观众朋友啊，等于讲这一罐，你若是去用外口做一罐摕去头皮理疗，爱开万几块哦。是。今仔日观众朋友。我内底的成分是真正有够好的。好东西啦，好东西，真心推荐。而且我咧讲观众朋友会知影讲，咱这呢，伊这植入的时阵咱这远红外线达到0.9以上，所以讲你会当活络你的头皮，强健你的发根，佮加上这个外泌体而且我这拢总有经过SGS。迄有的时段讲做芳龄啦，人讲迄洗发精啊，经过认证。恁这有认证无？有去检验过无？你做你免烦恼。当然爱咯。当然。对无？我这拢总有认证，有后壁一批遮大批伫咧。你像我这头毛啦，我洗偌久，洗到头都差1个月尔。系啊，理发师讲江老师，你的头毛真正杂掉安尼。加拍一寡条，拍一寡条。头毛拢爱搁拍，爱打爆呢，爱搁拍爆。有一寡阿姐讲说，哎呦，我头毛是发量越来越少，对无？来洗一罐来，
这呢外口伫咧卖时阵一罐1580块。来，我跟你讲吼，做一摆互你都要1000倍啊专门咧做头皮理疗的，就是用这无甲用甲外面提哈，若甲你做吼，咱的生态级的，就甲你提较头啊，1500块以上啊哈。今仔日1580块。来，恁今仔电话卡通的时阵哦，注意听哈，用过较紧的哦吼。我们来了哈，因为欠人足济啊哈。今仔2罐买1瓶，1580块对无？对。买1瓶我们再加送1瓶，好不好？来，2罐提倒转去的时阵爱3160块。等于一罐你试用就对啦。对，买1罐送1罐。我搁互你送1罐吼。对。这罐放咧楼顶。这罐放咧楼骹，这罐啊，若有摕，我咧讲啦，嘛爱搁摕一罐啊哈，一罐啊讲啊，我若出去互外口洗头毛的时阵嘛爱扎1罐啊，厝内底都无啊对无？来，恁今仔电话卡通的时阵哦，我们买1瓶1580，再加送1瓶，今仔日这个档期哦，我们升级版哦，注意哦，我们的升级版啊吼，今仔搁有加外面体啊吼，来，电话卡通的时阵，搁加1罐。搁加1罐，安尼呢，3罐甲摕倒转去哦。4500呢？1000共款1580块，吼，观众朋友，你免搁考虑啊哈，你绝对是买到咱这个吼，人讲的沙龙级的，专门咧共做安怎做头皮理疗的，就是用这罐尔哈。今仔日买到买2，再加送1。喂，你好。买，等于买1送2了啦。对。来，0800815181，0800815181，喂，你好。你好，我要订。哦，叫阮姐啊，遐。对啊。哦，我跟你讲，你之前也毋捌洗过吼。唔捌。哦，来。我有买其他物件。啊，你试看卖下咧啦，吼。好，谢谢哈。来，一组3罐就是1580块，已经足俗啊，对无？恁今仔若甲我买2组。2组6瓶，对不对？来，我搁再加码，搁加送1罐，吼，你买大组的吼，买大组搁加送1罐哦吼，7瓶7罐，7罐甲你收偌济啊？3000块，零头不用了，吼。来，我即摆电话拢总满线哈，观众朋友吼，你若用过吼，来，你就知哈，来，回路大哥。喂。回路大哥好哈。我加一刷啊。来，大组小组的。好，谢谢哈，我给你下卡哦嘿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买1组哎。买1组哈，好，我下卡哦嘿。好，谢谢，感谢。来，喂，你好。徐妈妈。大家做大组的。要大组的，徐妈妈，我未升级的时阵，你就买安尼。哎呀。好洗无？好洗啦，都洗完啦。洗完了吼，我这个人较久嘛，无出来讲过这。好，我下卡哦嘿，好。来，美英姐姐。哎，我要1组。美英姐姐要1组啦吼。哎。好，安尼就是3罐的哦嘿。好，谢谢你哦吼，绝对互你满意的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喂，哪这哦？嘿。我给你订那个。哦，那洗发精哈。好，来，没有。你要像芳玲这样蓬蓬的，哈，今仔长洗，今仔日咯要不洗我这个头发哈，今天其实是今天第3天要洗头发，今天有代志，我都出去哈。哦，所以讲观众朋友，你也发觉到讲它的掉发，它真的牢牢的把你的发根给 hold 住，你的落水火所在，我咧讲吼。无法度好，你看到规球啊！你甲解看卖啊，吓，人这沙龙级的哈，这伫外口洗一届时，洗一届，我咧讲啊，上无爱1000块起跳哈。你今仔你就是甲摕转去，咱家己洗，逐天个洗，逐届个洗时阵，拢总是咧保护你的头毛，拢总是咧在养你的头发哈。它不叫洗发精吼，它不叫洗发精哦吼。咱今仔日。你若买大组的，甲我买2组，我搁加码，搁加送你1罐哈。你搁加码，我搁加送你1罐哦吼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嘿，阿姐你好哈。你好。嘿。我要1组，洗头毛洗组的。哦，要洗组的吼。啊，我先来下开，等下来问主机哦嘿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感谢。哎，你好，新朋友你好。你好。对，啊，你要大组洗组的？我先要洗组洗看。等下来问主机哦，你新朋友哦嘿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哈。来，观众朋友。我咱拄则讲过，我们今天的是升级版的吼。你像徐妈妈就好啊，徐妈妈呢，我咧讲哦，迄即摆规家口连走囝哦，吼，
新妇拢总西咱一组，好，伊讲有够好势啦，搁毋免拖。哦，观众朋友，你毋好讲洗头毛，搁咧拖头毛吼，拖迄水里控落去哈，迄拢死哩哦哈。咱这毋免拖，吼毋免拖。你只要甲吹到打，伊就那蓬松，袂拍干，袂拍干咯吼。来，0800因我的81080081518。哦，谢谢，感谢吼，来满线啦吼，红珠仔姐，谢谢你哈。阮的红珠仔姐我来接者好啦，红珠仔姐，红珠到哦，红珠仔姐呀。要做徐华军。对，咱的这个量子是。走，我下开啊，谢谢你啦哈。OK， 好，来我来讲哦，观众朋友，今仔日恁摕到是升级版。本地是安怎量子拍量子，你即马知影拢观众朋友相信你拢知影讲量子吼，伊比弯翘瓦线佫较厉害吼。但是呢，伊佫加一个外泌体，即马来讲，咱的何首乌是做到维持体满线咯吼。好，伊会当将咱这内底何首乌内底足好的成分，甲萃取了后，甲伊做一个包膜，甲伊带入去咱所需要营养的所在。所以讲，这项物件，互你洗开的时阵吼，你会感觉毋是干那碰，毋是清气，油膏油无去尔哈，你会愈洗愈健康，你的头毛会愈来强化，会愈来愈弱，真正的啦吼。喂，你好。我要一组洗发精。哦，安尼啊，要大组小组？我倒接一个哦，好好，我下开，等下再甲问主机哦，嘿，谢谢。来，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阿姐哦，嘿。对，我讲明。我知哦，吼，啊，小组大组。哦，等下再敲电话来问主机哦，嘿，好，歹势。来，我紧等下甲你回吼，因为你会来这支电话无哦，吼。来，我咧讲吼，规个拢总满线，啊，感谢咱观众朋友啦，哈。来，恁会记得哦，吼，转去的时阵，毋好当做一般伫咧洗啦，吼。你要你真正我咧讲，你爱好好去感受着讲，这你用这项伫咧洗的时阵，咱这项嘿，伊加咱这个量子加这个外泌体落去时，你洗开迄感觉，真正你头毛洗好的时阵，伊才是清气尔，对无？伊即马若洗完了后，伊规个你头壳快，我头壳翻下啦，人诶真舒爽，迄个感觉是观众朋友，你来去感受看卖啊，吼。好啦，哦，来，老师你来准备啦，吼。喂，你好。我要。倒接来。大组小组。哦，好，我下开哦，嘿，等下甲你问主旨哈，因为新朋友哦，嘿。咱初一步做这个菜，也搁骨力，吼。啊，这物件你用着吼，我甲你讲，你以后的时阵就吼爱不释手啊。这真正我咧介绍物件，拢用实力的。吼，白白伫咧介绍物件，介绍输人迄单的，吼。啊，燕宁姐姐吼，感谢你，嘿，迄啥物头毛的时阵，落甲安尼吼，安尼袂输安尼落水共款安尼，吼。什么？啊，系啊，头毛啦。哦，就是掉得很严重啦，吼。真严重，看起来足臭老你吼。哦，是，因为我咧讲啊，你敢知？咱人甲你若掉的有当时只坑一只那浪的时阵，看起来就加真臭老，哦，加真歹看。它可以强化你的发根的呀，哈。观众朋友，它不是单纯干那好你洗清气尔，伊是会当甲你强化你的发根，哈。OK 啊，来，老师准备唱歌啦，来，碧慧姐你好，来哦。大家献唱一段做这个我做。安那？哦好哦，安尼哦，哦好，安尼我同齐甲你提起啊。爱拖啦，这么边拖？不用吼，嘿，好，嘿对啊，好，大组了吼，好 ，OK 好，嘿啦，我会记得吼，对啊，明仔啊，好不好 ？OK 好，拜拜，哎呦，叶玲姐你好，要大组小组？我你叫啊？对，有啊。三领青，3件7件2400。迷你麦关掉。对，7件2400。想起迄当时，甲伊
来赴你。一时阵不知怎样面上珠泪滴。虽然是男儿立志，虽然是男儿立志，有愿心稀微。就在伊无咧通，予阮想起故乡伊一人。伊对阮有情有义，真歹势，即摆主持呢，爱来抽奖吼。来导播倒接起来哦，咱就这手机切切吼，即摆如果慢速哦。来哦来哦，先来又出哦，快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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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哦来哦。哦，黄月央，月央姐，恭喜你哈！来，月央姐，得奖的音乐走落去。直播线内裤一领，恭喜你！送下电话继续卡，谢谢。来，恭喜月央姐。见着迄边山顶，孤雁号无停。想起每啊，不是阮无情，为将来的咱幸福。人有比拼，既然才着来流浪打拼，才着来流浪打拼，也是为前。